来关心美国对顶关税进度，经济部长金明欣早起搁再强调讲，咱希望讲会当来争取合格税率。今仔早起伫立法院，有立委嘛针对台湾发展资料中心来提出质疑。最近因为人工智慧 AI， 所以股市是大起大落，台股嘛已经连续起几啊天，也毋过今仔早起开盘是大落300点。今仔日本甲韩国股市嘛是大落。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进口协会到台湾来，能够进口更多的台湾产品。带领真侪韩国企业来台湾，由商总带头，甲韩国进口协会共同签署备忘录，针对食品、观光、医疗等5大产业合作。美国对顶关税实施，民间企业对外寻求更较侪出路。外界嘛关注对顶关税谈判的进度。现在就是说，因为技术性的磋商大概都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事实上有相当的共识啊。现在就是等最后的这个总结会议，那我们就事实上也希望尽快。根据了解，台湾外销的产品上大项的有资通讯甲半导体设备，国内产业链嘛完整。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初5透早去经济委员会备询，有立委对台湾未来发展资料中心甲电力的议题提出质疑。专为 AI 算力设计的资料中心，用电量会多出整4倍。那如果我们台湾没有重启核电，我们哪里来的电力资源？这么多的用电需求量在成长之后，所以我们的电厂是不是要再增加新建？所以都有在。那你目前呢？对于故意散播谣言这一件事情，还需要等吗？还要再等你们的版本出来吗？范委员，这方向上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是支持。但是现在因为有关于这个谣言主要还是已经有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了嘛有一些协调或者是执行上要怎么去处理，可能我们要再思考一下。市场对人工智慧消防器的记录要持续伫咧发展。初5台股受到冲击，开盘27785点，跳空落330点，大家等开盘嘛落25块。也若韩股昨昏落超过2%了后，早盘还阁捌大落5.38%，盘中甚至触发永长机制。已经225指数同款掼破5万点的大关，市场的情势也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